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是今日欢迎收看11月17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在今年2月大地震当中，33岁洪姓被逮伫大楼的土石当中长达12点钟，甚至曾经停止心跳20分钟。不过最后经过城大病院紧急的抢救，挽回性命。同时经过285天的住院治疗，终于伫上午出院，顺利回去厝内，甲全家团圆。面上挂着笑容。由厝内人杀出病房，伊就是伫0206大地震当中被逮伫维管大楼内面12点钟的伤患洪嘉义。虽然伊伫大地震当中为了保住性命，而锯掉双腿，伫经过长时间的住院医治以后，总算伫17号上午会当出院倒转去。伊表示，除了感谢救灾人员，也有城大病院的救命之恩。嘛要感谢社会上广大民众给予鼓励。虽然说失去了很多，但是得到的也很多，就是很多朋友的祝福，这些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其实遇到什么困难了，不要去担心，因为最少你身边一定会有支持你的朋友在，所以。你一定要把他们给你的力量撑住你，然后给你自己一个更好的未来。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能去沮丧。这是我一直跟我自己讲的。不要去成为家人或其他人的负担，自己可以勇敢的站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很感谢真的在我身边帮助我的所有的人。蔡吉伦哥庆祝重生，伫这个温馨时刻，市府也送来好消息，表示讲洪嘉义往后的耗材以及相关费用，将由着电灾善款专案处理。同时也希望洪嘉义未来会当依着家己这段经历来演讲，鼓励更加侪人面对困境，爱保持乐观，永远莫放弃。台联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明年国际兰电原本市府已经拍算要宣告年底举办，不过因为地方民意强烈反弹，所以最后议员维持伫后壁区来办。对此，议员单调来的指控市府政策边起边落，会影响地方的建设，需要求市长道歉，农业局长落台负责。议员单调来17号伫议会召开记者会，大声指控市府对着明年台南蓝电要伫倒大举办，政策反反复复，认为市长甲农业局无够专业，藐视议会，表示非常不满，爱因出来道歉。从藐视议会，没有遵照议会的决议，违法乱纪，然后要从仁德再回归到货币。你的声明是在恐吓，你不顾专业，你又藐视议会，你又违法，这个事件一定要有人负责。这个事件，农业局长许汉清，你必须要谢罪下台，你必须要谢罪下台。台南市长赖清德，你将南展要刷来认定，大家跟你讲唔好。议会给你过去讲唔通，你讲，大家看了啊，愿为决策负责。那你现在愿为决策负责，你怎么负责呢？如果你在仁德办国际兰展，那把南外园区搞得乱七八糟，你负什么责？你2年后你就离开了，你负什么责？你必须要向台南市民说清楚，你还要向台南市民认错、道歉。这个事件，若讲安尼就煞去，安尼台南市议会关起，拢无人监督去。对着议员的批评，市府新闻处长柯淑芬回应：蓝电已经被政治化，被刻意扭曲、混淆视听，造成民众的不安。原本良好美意已经被模糊扭曲，
在失去理性讨论空间之下，农业局则决定留在后壁区举办，无管所实，也希望会当得到大家祝福，让咱等顺利举行。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因为南区喜当里长期无社区公园会当提供给民众休闲运动，所以地方向议员申请，希望市府会当将公里3市这个公园预定地赶紧进行建设，嘛落实一里一公园政策。议会甲委员会的侪议员上午回应在地民众的请求，来到南区民兴路735巷遮，要来讨论喜当里的公园用地。要如何回收国有土地甲建造，在地里长也反映出附近徛家的心声。我就是阮的为阮的和平有顾用，阮的和平就是较好啊。哦，敢是安尼，阮和平嘛较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啥要休闲点。啊，阮迄当里也无办用顾用啦。哦，啊，拜托遮民意代表咱斗加手哦。因为这块公园用地有一部分先租予民众使用。工务局表示，需要甲新租的民众协议取消契约，另外也有一部分的私人土地必须要想办法征收。但议员认为，国有土地占大部分，征收可能会让公园起的时间有长，所以决议直接使用国有土地来起公园就好。喜当里目前拢无公园。啊，过去的咱的市长拢一直都讲一里上爱只一个公园，这对咱的生活品质、住户品质会较好。啊，虽然阮今仔日有坐阮的议会好同事共同出来勘察，即摆现主是这个公园也有公有的，也有一部分也有私有的，啊，若要开辟啦整个规个开辟可能爱1亿800几万，当然这个数字有较济。未来阮是希望讲要求咱工务局长多协调一下。投资人私有地有人咧反映，可能会唔知有影响到伊的权益。安尼无阮只做一个决议啦私有地部分拢慢只处理的，拄公有地赶快处理。私有地部分，咱若是减掉处理个减掉6000万的迄个这金，7000万的减掉7000万的迄个部分私有地。咱来公有地先处理，安尼也袂去犯人落人口舌，讲这有啥物道理啊，啥物有诶无诶。那公有地赶紧来先开发，公有地才紧拿来处理。家己爱补偿人，较紧来补偿人，莫互这个住户承租人感觉食亏伤济。伊也有私有，也有持有，也有国有啦这个持有当然较无问题但是因为伊附近也无路，这个国有的部分因为伊有租约啦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讲这租约的问题头仔咱国产局有讲要去了解看伊的租约是条件是安怎这个部分当然阮会优先来做处理就对啦就是讲租约部分变怎来解读这个部分大概阮初估是爱将近2000万大概因为如何来处理，阮会想办法来先优先来做这个解决。来关心的侪议员也希望市府会当确实落实一里一公园的政策，赶紧让喜当里的里民有一个会当休闲的空间。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庆祝在2月3号这个属于身心障碍者的节日，同时共同唤起社会大众对身障者权益的重视，市府社局今年除了在1月19号到27号，提前伫溪南甲溪北分别举办2场影展的方式起跑。
12月3號也規劃體驗嘉年華，邀請市民朋友做回來參與。每一當12月3號就是國際身心障礙假日，台南市政府社會局今年對看見幸福的電影放送要開始一系列的主題活動，除了接觸喚起社會大眾重視身心障礙者的權益，也希望讓市民更加認識每一種身心障礙者的不同，以共同參與的心情，讓大家看見幸福台南。好，那我們一起呼個口號哦！2016國際身障日讚！那今年我們特別不一樣的是，這樣的系列活動，我們有2場的影展。那我們因為台南我們都自詡也期許我們是一個幸福的城市，所以我們今年就是用看見幸福這樣子的一個名稱，來作為我們國際身障日的一個主軸。那看見幸福，那最主要就是我們除了我們在座的我們這些身障福利團體。那我們這一些工作這個領導跟工作的夥伴的一般每天在替我們身障朋友努力的這一些之外，我們很期待這一次的國際身障日的系列活動能夠讓民眾來參與。除了亞燈以外，今年國際身心障礙假日，市府嘛特別安排12月3號要在文化中心嘉義廣場舉辦一場嘉年華的重頭戲，以體驗的參觀遊戲達到包容、支持、尊重甲接納等等的目的，嘛期待社會大眾做伙小姐來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台新聞官及何巧邦採訪報道。市府教育局去年才率先全國開發完成公共廣線地圖資料查詢系統。今年為了讓民眾隨時會當了解道路廣線施工情形，亦都是會當直接通報相關的缺失，所以擴大開發一套新的 App， 希望搶在第一時間來處理廣線問題，避免二次災害。這套由市府教育局所創新開發的手機軟體，除了針對教育局的專業，會當第一時間甲廣線單位聯絡進行緊急搶修功能，嘛有針對一般民眾若發現道路有缺失，亦就是倒一個廣線被烏燈等民生的需求受到影響，透過這套系統，咪當輕鬆查到指定地點的聯絡單位甲負責處理，節省服務時間。如果他遇到這些施工是有問題的，我們提供一個非常方便的電話查詢的功能，讓民眾可以向當地的一個民意代表或者區里或者警察局去聯絡電話。假如他是遇到有停水或者是斷電等等民生的問題，他也可以直接聯絡到管線單位的這個服務窗口，讓管線單位他可以直接去服務民眾，就不用再說透過1999。再由1999再聯絡到我們，然後我們再去聯絡管線單位，這樣所耗費的時間是非常長的。他可以直接就面對管線單位提供服務。市府教育局進一步表示，為了徹底做好道路管理，日前已經建立公共廣線地圖資料查詢系統，現在已經率先全國開發這套軟體，除了達到服務第一時間的目的，透過違規通報功能，咪當達到全民監督，提升道路品質。台新聞官及何巧邦採訪報道。性功能障礙一直是男性朋友講袂出嘴的痛。目前雖然有威爾剛等合法的藥物，不過由於有不少人治療效果並不好，所以貴重的病為了幫助相關困擾男性，特別引進2種並不需要注射嘛免食藥的非侵入性治療方式。醫師表示，男性良好的保持同時需要具備正常的神經功能甲血管功能。所以，常常看到保持障礙原因，大部分是心理的因素、內分泌性、神經的因素、血管的因素等等。其中，針對口服藥啊治療效果無好的患者，已經有無侵入性的治療新選擇，包括低能量震波治療甲負壓助勃器。是非常低能量的震波，利用它的探头的改變，低能量震波，我們把這個震波作用在我們的陰莖上面，包含了龜頭的空氣把它抽出來，形成一個局部的負壓。那局部的負壓之後呢，我們血液就很容易灌進小鳥裡面，就像我們在灌水球一樣，小鳥就會開始硬起來，達到一個勃起的效果。
的血管的功能就会获得改善。近年来，男性勃起障碍病人求诊的人数一档比一档更悬，显示个人对性生活品质愈来愈重视。医师也呼吁，假使未当正常勃起，一定要正确就医，千万唔通听偏方或者是买来路不明的壮阳药啊，片面上心。今日新闻张伟从郭博以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明仔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袂热好。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1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